粉丝的台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哦，不是分析哦，分析是当混做的嘿，哦。美秀这边是会友。会友伊敢若一个花共款，因为咱的落啊卖真济喎，拢啊一堆咗，就敢若有什么花、什么花、哇仔拢是会友。对，无对，所以我的答案是会友上简单啊。有影有会友影。，啊，那我是卖将，卖将嘛，卖歌歹。卖、影卖吼，拢是卖，所以是一群人足地叫做卖将。卖将哦，啊，毋过打一个上侪人讲咧，会友其实看起来，我感觉啦，听起来敢若较老。啊，若卖将，恁感觉咧？就是感觉较实行啦。较实行吼，有卖之字对无？会友敢若是真早以前咧讲一寡歌友会的感觉吼，哦，对，敢若年会跟阮较侪感觉的感觉，对迄种较感觉主亲，是较主亲嘛。好嘛是有差呢，有差一开哦。卖将是40.8%，会友是59.2%，所以是差不多10%。好。啊，咱拢是少年的迄边卖将，啊，毋过拍数较少安尼。好，啊，先讲者，因为以前拢有歌友会啦，啊，伫即个会友内底，可能靠组织去做一寡代志啊。